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第一節人工智能基礎知識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傾下乜嘢係人工智能 AI，仲有3個同教育特別有關嘅 AI 技術：機器學習、大型語言模型以及自然語言處理。首先，人工智能簡單嚟講，就係讓電腦有能力好似人類一樣思考同學習嘅技術。佢唔僅僅係機器人或者科幻電影中嘅情節，而係已經深深融入我哋嘅生活，尤其係喺教育領域。如果大家能夠掌握呢3個概念，就能夠更懂得點樣應用 AI 嚟支援教與學，亦能夠更放心咁喺課堂上使用呢啲工具。首先，我哋先一齊諗下，你有冇用過 Siri、Google 助理或者 ChatGPT 呢啲會聽、會講又會回答嘅系統？就係人工智能嘅應用。人工智能嘅意思係令電腦模仿人類嘅智慧，識得學習、思考同埋解決問題。舉個例子，人工智能可以幫我哋聽得懂語音、分析文字、作出決定，甚至可以生成新嘅內容。喺教育現場AI 其實已經幫咗好大忙㗎。佢可以自動批改選擇題，慳返好多老師嘅時間，仲可以整理學生嘅學習記錄，幫老師了解學生嘅強弱項。更加厲害嘅係 AI 仲可以推薦個人化嘅練習或者教材，方便學生按自己需要去學習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詳細認識3個重要嘅人工智能技術。第一，機器學習，即係 machine learning。呢個技術就好似俾電腦開咗一雙眼睛，能夠由大量數據中學習，自己揾出規律同埋改善表現。接住落嚟係大型語言模型 （large language model），簡稱 LLM。呢啲模型由龐大嘅語言數據訓練出嚟，能夠理解並生成人類語言。最後，我哋要介紹嘅係自然語言處理 （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），簡稱 NLP。機器學習、大型語言模型同自然語言處理，分別代表咗 AI 嘅學習能力、理解能力同表達能力3大超能力。呢啲技術互相配合，令人工智能變得更加智能同多才多藝。未來佢哋會喺唔同範疇不斷推動創新，改善我哋嘅生活。我哋會逐一同大家介紹。機器學習簡單嚟講，就係讓電腦從大量資料中自己學習，而唔係由工程師逐條話俾佢規則。佢似一個勤力嘅學生，從經驗中不斷練習、修正、再進步。呢種學習方式讓電腦能夠自我優化，提升準確度同效率，尤其喺教育領域展現出極大嘅潛力。喺教育上嘅應用非常多元，例如自動批改作業，平台可以自動批改選擇題或者係非題，大幅減輕老師嘅工作負擔。喺另外，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會根據學生嘅學習記錄，推薦最適合佢哋程度嘅練習題目，提升學習效率。大型語言模型或者大家比較熟悉嘅名稱就係 ChatGPT， 佢係一種基於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系統。佢最大嘅特點就係能夠通過大量文字數據訓練，去理解語言嘅語義，唔單止可以回答問題，仲可以生成文章、故事、詩歌同教材，真係做到多才多藝。喺教育領域嘅應用方面，呢類模型有好大嘅潛力。例如，老師可以利用大型語言模型幫手設計教案或者活動，比如話，請佢幫忙設計一個適合小一學生學習部首嘅遊戲活動。除此之外，佢亦能夠即時批改學生嘅短文或者寫作作品，甚至提供有建設性嘅語言建議，幫助學生提升寫作能力。而且喺多語言課室入邊，呢啲模型亦能成為翻譯嘅好幫手，促進跨語言嘅交流同學習。之後我哋要探討嘅主題係自然語言處理，簡稱 NLP。呢項技術能夠令電腦真正理解人類嘅語言，包括聽、睇同講嘅能力。自然語言處理涵蓋咗語音辨識、文字分析同情感判斷等多方面功能。喺教育領域， NLP 有好多實際嘅應用，例如自動評估學生作業， AI 可以分析學生嘅短答題或者作文，幫助老師更高效同客觀咁評分。呢種技術唔單止節省時間，仲可以減少人為偏見。除此之外，學習語音助手亦係 NLP 嘅一大亮點。學生可以透過講問題或者朗讀句子，即時收到系統嘅語音回饋同提示。呢種互動方式唔單止提高學生學習興趣，仲可以幫助佢哋糾正發音同理解內容。
再者，NLP 喺特殊學習支援上亦發揮重要作用，例如文字轉語音同語音轉文字技術，或者即時字幕功能，有效幫助視障或者讀寫有困難嘅學生更好接收資訊。總括嚟講啦，自然語言處理喺教育界嘅應用潛力巨大，值得我哋好好發掘同利用。總結一下，人工智能並非要取代老師，而係成為老師嘅好幫手。今時今日，機器學習、大型語言模型同自然語言處理呢三項核心技術係構成好多教育 AI 工具嘅基礎。老師如果能夠了解呢啲概念，就更加容易判斷邊啲 AI 工具可以安全同有效咁用喺課堂上，保持對學生嘅關懷同埋專業嘅判斷力。記住一點， AI 可以做到好多嘢，但教育嘅核心永遠係人。老師嘅陪伴、理解同啟發係永遠冇可取代嘅。呢個係一個引言嘅影片，稍後我哋會提供更多關於 AI 嘅學習內容，大家一齊加油！